来关心这丰台 TP 内啊，高雄前地鱼港到单呢，也有47只的报废鱼船啊，定伫遐，各界也拢真关心。有遐尼侪报废鱼船唔处理，是因为目前呢，高雄基丁铁船厂防控机等咧停工。海洋局讲呢，中央已经核定兴达海基海洋产业专区做临时的铁船厂，不过事先拢无含地方沟通，这消息一日出来，当地机关是气噗噗。 海鹰一阵一阵拍起来岸顶，随着风台愈来愈晚，台湾高雄海边的风影也愈来愈大。前定渔港内底报废渔船，去年才因为山道里发生断缆乌白走，这阵风台佫可能对高雄来。海洋局甲高雄港务公司也紧急来做船来加强固定。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后，我们的高雄港务分公司也指派2艘大马力的拖船，在我们前镇渔港的港嘴在那边应变。 前年渔港船位无够，72只船啊停做7排，其中有47只是单要拆掉的宝贵渔船，另外兴达港车嘛有26只宝贵渔船，对181年都当地的只单要拆，其中一只未堪哩去年山道里的风景已经沉一半。海洋局讲，铁船业污染重，基丁铁船厂防控机无再调搁拆，中央伫10月已经核定要甲兴达海基做归临时铁船厂，不过有机关认为中央甲市府事前拢无甲地方参详，互因食不满。 不能把这么高污染的拆船产业放到茄定来尤其是他现在要用专案下去做执行没有环评、没有监督机制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茄定的环境。有惊当地民众足清楚的讲，我要拆偌济，我当时要拆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拆起来物件可能会做什么处理？有吗？ 民众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召开很正式的一个大的一个公听会。这一般是讲伫外海作业的啦，甲港内无影响。啊，是讲今内面的水会更加歹。伊个跳船跟因咧做生意也无关系啦。啊，所以你啦，观光客来到这，你嘛感觉无影响就对啦。哦，迄人我就无感觉无影响。 议员不满，无通知，无做宽评，就硬要扫，实在真唔通。海洋局表示，因会甲地方沟通，甲民众意见转达给渔业署。记者柯家祖、赵勇、高雄场报道。